喂，星耀一期喎！業主話咧呢套房嘅話咧，佢裝修足足花咗20幾個嘅。咁佢係140平方嘅一個戶型啦，裝咗20幾個，係咩情況呢？咁我哋上去睇下。呢一套呢，就係140平方嘅一個橫廳單位啦。整體大廳嘅空間呢，亦都係相當之大嘅，接近有50平方嘅一個使用空間啦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就係一個贈送出嚟嘅一個入戶花園啦。望翻出嘅景觀非常之靚嘅，廚房呢亦都係一個超級大廚房，景觀嘅話呢，全部都係睇別墅景嘅，相當之哇晒啊！咁過翻嚟啦，睇翻啦，我哋呢邊嘅餐廳位呢，非常之闊綽嘅。過嚟呢邊我哋見到啦，大廳嘅一個風管機呢，係全部做好晒噶啦，無主燈嘅一個天花，大橫廳仲送咗台100寸嘅一個電視喺呢邊。呢邊嘅樓層咧唔高10幾樓嘅，但係望出去咧係一個東南朝向嘅一個景觀，相當之唔錯嘅一個視野啦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河景喺呢邊啦，遠處嘅話咧亦都係有山景嘅，望翻出去亦都係比較開揚嘅哦。咁呢一套房嘅話咧，目前你見到嘅都係業主送埋俾你噶啦，成間屋嘅感覺非常之舒服啊！而且咧呢個位置嘅話咧，仲做咗個水吧台喺呢邊啦。咁平時嘅話響度啊，整啲嘢食啊、洗個手啊，亦都係相當之 OK 嘅。而且咧每邊嘅話咧，亦都係帶咗個明窗啊，相當之唔錯嘅。呢個過嚟咧就係我哋第一個客廁嘅位置啦。乾濕分離嘅一個衛生間啦，電動馬桶全部做好晒嘅。房間方面啦，呢邊係有3個房間嘅，咁房間嘅話呢，冷氣啊嗰啲全部安排晒噶啦。呢邊嘅話呢係第2間房哦，亦都係朝東南邊嘅。咁我哋見到啦，冷氣啊、天花啊、床啊同埋一個大衣櫃啊，全部都做好晒噶啦。咁過嚟呢邊呢，就係我哋嘅一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衛生間哦，我哋首先入嚟感受下先。有一個非常大嘅一個企缸位，呢邊呢仲有一個超大嘅浴缸喺呢邊。係啦，咁我哋睇翻出嚟我哋主人房嘅一個位置哦。主人房，哇，空間感係咪非常之舒服呢？呢套房呢，俾我嘅感覺呢係相當之舒服嘅。東南朝向，樓層嘅話呢唔低，亦都唔會太高喎。140平方實際使用空間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大嘅，而且咧佢目前嘅話咧係做咗個大橫廳啦，非常之稀缺，亦都係非常適合我哋目前嘅一個改善用戶啦，以及我哋港澳朋友用嚟度假用嘅。業主咧目前開價咧係123嘅，當然啦，價格睇啱嘅話咧係仲可以傾嘅。如果你對呢套房感興趣嘅話咧，歡迎評論區度留言俾我，或者直接聯繫我過嚟睇樓嘅。